阿媽，我大個仔噶啦，我依家中意另一隻龍船。相信大家聽到我講龍船酒莊，就算你唔知道佢本身個名叫做乜嘢，但係都一定知道佢叫龍船。呢支酒喺亞洲地區甚至乎華人市場都特別出名。今日 Why So Funny 要講嘅酒莊就係龍船酒莊 Chateau Becherville。不過大家都叫佢做龍船，係因為以為佢船頭嗰個係龍頭，其實嗰隻根本唔係龍。如果翻查翻酒莊嘅官方文獻，呢一隻具有鷹頭獅身有翼嘅神獸係神話入邊嘅獅鷲，佢嘅職責係幫葡萄酒之神迪奧尼索斯看管住金酒杯，代表神聖嘅守護。成個酒標好特別，除咗有獅鷲個頭之外，你留意下隻船嘅形態，船帆係降落咗一半。酒莊名 Becherville 其實係由古法語演變過嚟，字面本身嘅意思就代表降帆咁解。16世紀嘅時候，呢個地方本身就係由法國海軍總司令埃佩隆公爵嘅領地，佢當時權傾朝野。酒莊對出就係吉倫特河，所有經過酒莊出面嘅船隻為咗表示尊重，都要將船帆降落一半。呢個充滿霸氣嘅舉動，最後就變成咗酒莊嘅名。喺波爾多155分級制入邊，龍船被評為4級莊。但係以龍船酒莊喺市場上面嘅定價同埋實力，一早已經超越咗4級莊嘅實力，所以葡萄酒界都稱呼佢為超2級嘅江湖地位。龍船嘅酒莊城堡坐落於聖朱利安，酒莊城堡嘅法式園林極其精緻，被當地稱為麥多區嘅凡爾賽宮。佢嘅葡萄混釀比例係波爾多左岸入邊 Merlot 或者其他葡萄嘅比例就比較少，但係龍船酒莊嘅 Merlot 比例通常都高達35%至42%。正正係因為咁高比例嘅 Merlot，令到龍船酒莊相比隔籬嘅坡雅區嘅列級莊丹寧更加絲滑。近年嘅龍船酒莊質素好似開咗外掛一樣。皆因喺2011年，酒莊嘅股權正式確立，由日本嘅 Suntory 集團同埋法國嘅 Castel 集團各佔50%。強聯手之下，喺2016年佢哋斥資起咗一個全新、極具現代化線條嘅全重力引流酒窖，實施咗重力引流法之後，減少對果實嘅破壞，所以自2016年之後嘅分數節節上升，每一個年份都得到酒評家嘅一致好評。近10年嘅龍船最好嘅一定係2016年 Jake Dunnup 直接俾出96分嘅超高評價。佢特別提到2016年正正係新酒窖投入運作嘅第一個年份，酒體中等至飽滿，極之優雅，濃郁到非常迷人。一開瓶帶有紫羅蘭皮革，仲有黑加侖子同藍莓嘅神級香氣。佢更加斷言呢一支酒嘅陳存能力可以隨隨便便擺超過25年以上。講翻近少少嘅2020年 ，Wine Spectator 俾出94分。佢形容20年嘅龍船展現出非常生動嘅果香，黑加侖子、櫻桃酒同埋梅子醬嘅風味一浪接一浪，中間帶有好精緻嘅石墨核心結構，收尾仲會感受到紫羅蘭同八角嘅香氣，餘韻悠長，覺得呢支酒可以擺到2037年都冇問題。總括而言，自從龍船酒莊起好咗個超現代化嘅重力酒窖之後，龍船基本上每一年都收穫國際頂級好評。新嘅技術令到佢哋處理葡萄變得極為細緻，釀出嚟嘅單寧結構無懈可擊，陳年潛力簡直係超班。講翻龍船酒莊喺市場上面嘅趨勢，我哋華人最講嘅就係意頭。龍船呢個名我哋改得太好啦，一個字。又有中國人象徵貴氣嘅龍，龍船又代表一帆風順嘅意思，所以市面上都出現咗好多渾水摸魚嘅品牌，都帶有帆船標誌，風格極其相似嘅平價貼牌酒，所以大家買酒嘅時候一定要認清楚。畫面上面我放咗2支龍船酒莊嘅酒喺度，左邊呢一支係正牌，右邊呢一支係副牌。正牌嘅 Chateau Becherville， 中間隻大船嘅帆係拉起一半，即係歷史典故入邊降帆嘅致敬狀態，而副牌呢支叫龍船將軍，佢隻船係拉起晒成個帆，象徵住海軍上將出海嘅威風，所以大家下次買龍船嘅時候記得望清楚個酒標啊！今集講住咁多先，我阿媽叫我去睇龍船啊，我哋下期見啦，拜拜！另外我仲有個關於葡萄酒嘅着數要話你知，如果想買到全港最平世界名莊或者靚酒，可以加入我哋嘅私人群組。定期會收到最低嘅葡萄酒優惠，我哋嘅群組已經突破咗3000人啦！掃一掃個 QR code，快啲加入成為我哋一份子。我哋係 Why So Funny，記得訂閱、讚好同埋 subscribe 我哋嘅頻道。下次見，拜拜。